万金石马拉松将在周日登场，来自29国，总共350位外籍选手参赛。政府特别举办赛前交流活动，邀请各国选手一起体验台湾传统文化特色捏面人。来自各国精英跑者体验台湾传统文化特色捏面人，打造创意可爱的柿子猪，谐音诸事顺心。希望今年万金石马拉松赛事诸事顺利。副市长谢正达，今年总共有29个国家、350位的外国选手来参加，其中40位是精英选手。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赛事，吸引的国际的精英好手，还有我们台湾的精英好手，能够创造出更好的成绩。有日本女版川内优辉之称的吉富博子，首度来台参赛，全台唯一银标赛事万金石马拉松周日登场，未来将朝金标迈进。协会理事长叶正彦预期我们这个万金石应该很快就可以往这个金标方面再提升，同时提升我们选手的一个能力。来自29个国家、350位外籍选手，还有去年万金石马拉松国内男女第一的选手周廷映与蔡雅安等人一同参赛，要赛事当天展现最佳实力。